伫高雄市有6个大路口，这一年来交通事件超过200件路。为了要保护用路人的安全，对2月初开始，6个路口会开始施行科技执法。其中一个是要抓无让过路人先过轿车、奥多摆，提醒民众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。 交通号志白红灯，所有的汽机车拢爱停落来，互用路人先过。若无后个月开始上悬的罚6000块。这是高雄市大昌路甲建工路路口附近有高雄高工甲高雄科技大学2间学校，学生真多。交通大队最近特别伫遮设置科技执法，汽机车若无让用路人，就会罚款。佮嘛会用着行路，有当时迄车嘛是足危险的，对啊，尤其高雄的交通。 素质有较歹淡薄啊，像我是高雄人，我嘛是爱讲出来对。保障行人的用路安全，因为有些车子如果看红灯秒数可能快要没有之后，就会硬不让行人，然后穿过去这样子。另外，大中1路这个路口翕到这台车冲红灯，好佳在迄当时路口无人，毋过包括这个路口在内，拢总内路口一年来发生过201件事件，来造成111个人受伤。 为了交通的安全，高雄市政府新增加这6个路口的科技执法。这个设备是采用 AI 人工智慧分析，伊会自动分辨违规的行为。处理的项目包括冲红灯、无依标志、标线、号志指示行驶，甲无停落的先让行路人先过。 目前高雄市拢总有55处科技执法点，交通大队表示，科技执法是用 AI 人工智慧自动判断讲违规，会连面回传相片，经过警察再度检查违法的状况，才决定开罚单。未来这类新路口伫后个月初一启用，提醒民众爱遵守交通的规则。记者张义辉、邱朝阳高雄报道。